响我的台语歌真的很多啊，像《望春风》哦，或者是《丢丢当》，一个擦鼻仓，它就是一个，当你讲的时候，你会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，然后很多家的味道。因为从小生长的家里，当然爸爸妈妈、阿公、阿嬷、阿祖，其实都是讲台语。当你回想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说，在你还那么不是很了解的时候，你就会唱的这些旋律。那等你开始懂了之后，你终于了解，哇，这歌词的美好，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，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不一样的时刻跟阶段。它是一个生活经验跟你所有收到的讯息的一个累积的总和，最终会留在你心里的歌，都是因为它的故事感动你，它的故事跟你的人生有连结。那自己现在也已经变成一个可能会在很多地方出现，你会看到我当评审，可基本上我会觉得，其实我也是一个受教者，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选手或者每一次看到人，我觉得他们同样也在教育我们，对自己喜欢音乐的这个过程也好，或者是想要为台语歌创造一个新的感觉，我觉得就唱你自己的人生，唱你自己的故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黄韵玲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跟我们一起玩音乐。2016南面儿歌，招你做伙创作好听的新台语歌。